屏东县佳东原为平埔族、马卡道族加藤社的居住地，旧名六角或是佳东角，后有大批客家人移入，因此佳东也属于六堆的左堆。日治时期，因为佳东的台语发音和日文的佳东相近，因此将佳东角改名为佳东，沿用到今。佳东市区虽然不大，不过却藏着好几个3级古迹，尤其是萧家古厝。列为全省4大古厝之一的萧家古厝，堪称为台湾省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古宅，也是内政部列入保护的3级古迹。萧家古厝也是省文献会列入保护的客家文化古迹。在清朝嘉庆年间，距今约180多年前，萧家的先祖萧达梅从广东省梅县渡海来台，先居住在台南、打狗、凤山，后来迁到佳东角、佳东乡6根村定居，并以酿酒为业，置产于此。其长子萧清华曾相助大享营将军李光辅藩，并因开发恒春车城有功而知名。之后经营染布和米谷生意有成，富甲一方。为了思念广东梅县祖宅，不惜重金礼聘唐山师傅，并从大陆买来建筑材料，扩建富丽弹簧、古色古香的古厝。直到其孙萧光明时代才建盖完工。萧家古厝之名早已闻名全国，和板桥的林家花园、雾峰的林家以及彰化秀水的义园大厝并列为全国4大古厝。其建筑特色为5落5进的围屋，堪称是全国罕见的5落大厝，也是本省10大古迹之一。根据指出，地理风水人士曾经研究，萧家古厝乃上承龙穴所在地。例如，古厝正前方有大水塘环抱，宛如玉带环腰，前面明堂宽广，并筑有矮墙，左右各种植绿竹1丛和奇花异草。依地理，此一大池塘可作砚台水，而2丛绿竹如同文笔耸立于岸前。正前方的三山国王庙也朝向古厝，庙顶的燕尾脊犹如笔架。古厝左前方有一字亭，右前方有一栋3层楼，形成旗鼓互应，文房4宝齐全，文人学士应运而生。至于萧家古厝的步月楼，当年是萧家书房。现在虽然没有朗朗的读书声，但楼前抗日的弹痕犹存，是佳东乡最完整的抗日古战场，足供后人凭吊，缅怀佳东先人守土卫国、不畏日人欺凌的爱国精神。萧家古厝整体空间布局可以说是一种回字形的围笼式平面格局，有5进堂屋和4个内城，左右对称，
有一个明显的中轴与核心。萧家古厝屋面随地形升高起伏变化，深具层次感。屋顶由前而后渐加高，以第4堂最高。萧家古厝之结构支撑系统是以简单的硬山戈陵形式为主，少数例外是第1、2堂的前檐廊，以仿台梁的结构形式做承接，这是广东潮汕一带特有的特色。萧家古厝同时也展现了客家住宅的特色，陈设简单而素净，色彩以朱墨为主，屋脊全为马背山墙，呈现朴实的客家人不好浮夸的表现。由于前后修改建的时间有好几个段落，建材的使用也有所不同。第1堂、第2堂与步月楼，墙体的土角砖外附薄砖的金包玉砌竹，而且因时制宜，工匠施作用料、施工的精细度和雕工的精良都具有高度的成就，足以作为传统建筑艺术价值的代表。萧家古厝空间使用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室内外交互渗透。5堂虽各自独立，但是堂屋与左右横屋间四通八达，或漏明窗、八卦门，转化空间的区隔方式，丰富不同空间层的组合。室内太空间紧密结合，左右2条前后贯通天井，提供前后堂次要路径，往来于堂屋内层横屋间相当方便。堂屋和横屋之间则利用骑马廊连接，平时家族会在这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半户太空间围坐聊天，或为妇女从事家务、缝补女工之所在，形成休闲或工作空间。除此之外，萧家古厝也保留许多修建时所留下的牌匾、石雕、木雕等历史文物开放展示。让前往参观之民众可以对萧家古厝有更深层的认识。范江古厝中的范江是台湾少数的复姓之一，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范江家，而是台湾的独有姓氏。台湾其他各地乃至于海外地区，凡有姓范江的，必定是从新屋范江家分出去的。
范江古厝位在桃园县新屋乡，是具有客家朴实特色的建筑。古厝共有5间，第5座为范江祖堂。民国74年，内政部指定为3级古迹。范江家族在咸丰5年（西元1855年）合建祖堂，并从福建厦门运来上等杉木以及砖瓦等建材，宛如庙宇的宏伟气派，轰动整个乡里。乡民闲谈之间，每每新鲜地说：“来去看行不？”久而久之，竟成新屋地名的由来。范江家族在新屋历经200多年来的经营，5大房分立，在祠堂周遭各自新建大厝，因此形成了古厝群聚，连同祖堂在内，至今共有5间较具规模的3合院古厝。位于新屋中华路110巷内，门牌依序为1、2、3、6、9号，其中9号就是被列为国家古迹的范江祖堂，其余4栋则尚未被列入古迹，属于私人宅地。范江祖堂是一栋具有客家朴实特色的建筑，占地0.8161公顷，房屋建地面积为500平，整体建筑呈口字形。范江古厝共有5间，有围墙围绕4方，每一栋都是红色砖瓦的平房建筑。为了避免互相干扰，其方位都有不同，格局则都是3合院的格式，都保有很强烈的广东和客家人的色彩。其中第3座最华丽，亭、厢房、走廊都用青石来铺设，而门额上挂着用胶纸烧成的陶魏流芳之匾额等，都极具特色。第4栋门楣写着陶魏高峰，陶代表陶朱公范蠡，是范氏的祖先；魏代表钓鱼渭水之滨的姜太公，是姜氏的祖先。因此范江家族以陶魏为家号，蛮有延伸的意义。外围用绿釉花瓶做成围墙装饰，旁边2株很大的匾额还是松树，让古厝的红砖加上一点绿色。而第5座为其祖堂，也是最大的，到今维护得相当良好。祖先牌位供奉于后堂的中央，其内摆设庄严肃穆。前堂与后堂中间的内天井是族人祭祖的空间。2侧开放式的横屋供奉观世音菩萨与伯公，是宗祠中少见的。范江5座古厝都是属于3合院建筑，每一座古厝因建造时间不同，
各有相异的建筑模式。建筑元素包括燕尾式屋檐、精致木雕与胶纸陶烧等。古厝祖堂中还存放着200年前从中国大陆西来的香炉与陶缸，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过程。现今古厝维护良好，虽然有过局部的修建，但是依旧不减古意风情。范江古厝另外的建筑特色燕尾，燕尾就是在屋顶正极两端往上翘起如燕尾分叉的样式，常使用于官宅或庙宇，表示权位的象征，是我国南方所特有的建筑格局。台湾的客家人相当喜欢使用燕尾、马背和瓦阵，是台湾汉人古厝屋顶的3大形态。燕尾屋顶一般都使用在正身，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使用在护龙、门厅或门楼，甚至于门庭处，造成整个屋宇气势的不同。依外观而言，正身燕尾屋顶可分为使用2个起翘的燕尾屋顶，以及使用4个起翘的燕尾屋顶。新屋范江古厝建筑就是属于这种形态。目前范江家族祠堂仍维持原有的祭祀功能，并作为艺文活动展示场所。范江祖堂每年农历4月5日、8月1日举行春秋2祭，是范江族人最盛大的聚会祭祀活动。而且在管理维护的方面，也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每日清扫与上香，环境维护相当好。祖堂前面因为有广阔的停车场，因此格局显得更加气派尊贵。